哎呀，他的那着急是吧？着急。那在这边呢，就是有一个问题要请问格西拉，就是听了格西拉的讲解之后呢，那对侠满呢，就是有了认识，然后也希望自己呢来世能够获得人生。那请问我们该如何行持呢，才能够保证来生能够获得人生？那之前上课呢，就讲到说，我们获得人生最主要的接下来是阁下开始回复。那可是就说，我们上一堂课呢有讲述到说，获得暇满人生最主要的3个因呢，第一个呢就是手持境界，那第二个呢就是发无垢的境愿，那第三个呢就是以布施等为助伴。所以，我们来生呢，想要获得人生，然后再继续好好学佛的话呢，那以居士来说呢，就是没有出家的人来说的话呢，那一开始我们就是要断除12业，就是好好的修习，断除12业。那断除12业的律仪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发下一个清净的愿。那这个清净的愿呢，最起码的就是要希求来世的真上生，就是不是我们做的这些功德或是做的这些好事呢，并不仅仅只是为了今生的安乐，就是我们最起码呢要将这些功德呢回向到来生，就是希求能够获得真上生。那尽自己的能力呢，就是做一些随顺于就是6度的，像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等，就是随顺的这些呢，就尽己能的去做。那当然呢，如同道次第所说的一般，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如同无论是照着广论也好，或者说任何一本道次第的内容呢，然后照着这些内容所讲述的去修行的话呢，那想必呢是一定可以获得一个具大义的人生，就是具大义的暇满人生。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完全呢，就是如同所讲的，就是像道次第里面说，就是要我们劝取心要。那为什么要劝取心要呢？就是你获得人生之后不应空过。那如果能够去修习道次第的话呢，那就没有比这个还要具大义的人生了。所以这样子去做的话呢，来生是一定能够获得人生的。那今天在上课之前呢，就是先补充一下。那阁下呢就说到上一堂课有人问到说，就是什么叫做持守清净的律仪，就是能够持守境界。那能够持守境界的一个标准呢，到底在哪里？那阁下说呢，他就是上次有人发问之后呢，那他这一次就是下课的时候呢，还有回去就是看其他道次第的解释。然后就发现说，跟他上次讲的呢，就是有一些不太一样。那最主要呢，就是对于说，居士就是未曾受过别谢脱戒的。那可惜上一堂课呢是说，就是不要犯下像是杀人、邪淫还有大妄语，就是以我们讲的说根本罪来说的话呢，就是不要犯下这些根本罪。那不过呢，就是格西他在翻阅了其他道师地的教书之后呢，那里面有提到说，对于居士来说的话呢，就是未曾受过别谢脱戒的这些人来说的话呢，那就是对于断除12业的律仪呢，要清净的去持守，就是好好的持守。那如果说对于12业律仪呢，就是有所违犯的话呢，就是不在意，就是我们犯下之后呢，不要当做不在乎，或者说哦犯了就犯了，然后就摆在那边，而是要说，就是自己犯了这些律仪之后呢，那不要过夜，就是今日犯的呢，就今日把它忏悔。那这种呢，就是对于说尚未受过别谢脱戒来说的人呢，那这种是对他们来说的持守清净律仪的方式。那对于说像是沙弥以上，沙弥就是最起码已经受过了沙弥戒，也就是受过别谢脱戒的这些具备戒体的人来说的话呢，那第一个呢，就是他们不能够违反四根本。那除了不违反四根本之外呢，那其他的这些罪堕呢，那也是一样，就是不要过夜。那能够就是今日犯的呢，然后要今日察觉，然后就立刻的做忏悔，就是这些罪堕呢都不要过夜。那这样去持守呢，就是能够持守清净的律仪。那上一堂课呢，我们是讲述到就是第11页地方。那在之前呢，我们就是讲到说，如何正引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呢？那
又分为说道之根本、清净善知识以及清净之后呢，如何修心的次第。那如何修心的次第呢？就讲到说，于有暇身呢，就是具备暇满的人生呢，要劝取心要。然后还有说，具备了有暇身之后呢，那如何摄取心要之理？那如何摄取心要之理呢？又分为就是于供下士道。于供下士道次修心，然后于供中士道次修心，还有于上士道次修心。那在于供下士道的修心呢，又分为就是念识。供下士道的修心呢，又分为就是做上修该如何，然后还有说做间修呢该如何。那在做上修该如何呢，又分为就是前行、正行还有结行三者。那在前行的部分呢，就是就如同一指三知识所讲的一样，然后一直到安觉其情的地方呢，都是如一指三知识里面所讲的一样。然后呢，之后呢，就是我们做完安觉其情之后呢，然后就是做一个祈求，那也就是11页最后一段的这个地方，就讲到说我与一切如母有情呢，就是从无始生时轮回以来呢，那长期呢就是受猛烈的这种巨苦。那为什么会长期受猛烈的巨苦呢？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不念识无常，然后不畏惧三恶道的痛苦，然后呢没有办法自心恳切的去皈依三宝，然后以及呢不能深信业果。那所以呢，就导致于说，我们对于黑白恶业的取舍之理呢，不能如实的行持。那因为这样子呢，才导致说我们长期呢在忍受，长期呢要去感受各种的痛苦。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愿我和一切如母有情呢，我们的心绪都能够升起念识无常，然后呢去思维恶道苦，然后呢去皈依三宝，以及呢深信业果，然后如理的去断恶修善。然后以这样子的行持呢，然后祈请上师佛的加持，然后因为祈请缘故呢，所以顶门的上师佛呢就降下五彩的甘露，然后呢将甘露呢就是融入至他一切有情的身心，将我们无始以来所造的一切罪障，那特别呢就是升起供下士道的这种特别所证的这种障碍、疾病还有非人呢，这些都能够尽除，然后我们的身体变成光明沉净的体性。那我们一切寿命福德的功德呢，都能够增长。那特别呢是自他心绪呢，都能够升起供下士道这种特别的所证。那上一堂课呢，就是讲到这边，就是讲到第12页的第一行的部分。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从接下来的正行呢开始做讲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就是第12页的第2段的部分。那就讲到说正行的部分。那在正行的时候呢，就提到说下士道呢，它分为4个主要的科判。那这4个科判呢，就提到说，第一个就是思维死无常，那第2个呢就是思维恶道苦，那第3个呢就是皈依三宝，以及第4个呢就是深信业果。那在安乐道论里面呢，就只讲到说思维死无常之外呢，就没有细分的科判。那我们在讲述说思维死无常的时候呢，那死呢指的是指初分的无常，那死无常里面的无常2个字呢，代表是细分的无常，所以死无常这3个字呢，就代表说我们要去思维初分的无常以及细分的无常呢这2者。那虽然说在安乐道论里面呢，它并没有就是其他的科判，但是以像是掌中解脱来说的话呢，那还有多分了就是3个不同的科判，就是他把念死无常呢又分为第一个不念死的过患，那第2个呢念死的利益，那还有第3个呢就是正念死的道理。那不念死的过患呢，就讲到说不念死的6个过患。那第2个呢念死胜利呢，就提到说我们如果念死的话呢，具备哪6种的胜利，也就是哪6种的好处。那第3个呢就是如何正念死之理呢，就是如何呢我们该如何的去念死呢，那又分为2个。那该正念死之理呢，就是如何去修习念死呢，又分为2个科判，就是修习死亡的9种因相，然后还有说像是修习死相。那这个科判呢，最主要是依据着掌中解脱呢所立出来的。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不念死的过患。那不念死呢，有哪一些过患呢？那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不去思维死无常的话呢，那我们就不会想要去修习正法，所以就会产生不念正法的过患。那
虽然呢，就是我们不念时呢，就是虽然呢，我们会去学习正法，会去修习正法，但是我们学了之后呢，并不会想要去修习。所以第二个呢，就是虽念正法，但是不修的祸患。那第三个呢，就是虽然说我们去修行呢，但是并不会呢，就是好好的去修行。所以提到说，虽然去修行呢，但是不尽的过患。那第四个呢，就是虽然修了，然后也好好去修，但是呢不应重，就是没有办法尽全力去修，所以修呢，但是不应重的过患，这是第四个。那第五个呢，就提到说智谋不善的过患。那智谋不善的过患呢，他所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念死的话呢，我们今生呢就只会想到今生的这些利益之外，就是为了谋求今世的这些名誉之外呢，并不会特别的呢去做其他的好事，所以讲到说智谋不善过患。那第六个呢，就讲到说临终时将追悔而死的过患，就提到说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呢，那到临终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很强烈的后悔心之外呢，所以讲到说临终会后悔的过患。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我们如果不念时的话呢，会有什么呢？就是会有不念正法的过患。为什么说如果我们不思维念时的话呢，就会有不念正法的过患呢？因为呢，如果我们心里面呢不去意念死亡的话呢，我们就会只考虑到我们今生现世呢就是需要什么东西，所以整天呢就是为了我们的食衣住行而忙碌之外，那在为这些而忙碌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呢会妨碍我们去修法。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不念时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去念正法。那第二个呢，虽念不修的过患，就是虽然呢我们有去念正法，但是呢，因为你不思为死的缘故呢，所以你虽然知道说要修正法，但是呢，你并不会想要修。为什么呢？因为宗喀巴大师呢，就是提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会想到说，就是我今生呢，我这一生呢，一定是会死的。虽然说大家都有，但是呢，大家都会想说，我今天不会死，明天也不会死，乃至于说到临终的那一天呢，我也觉得说我今生不会死。所以呢，因为一直觉得说自己不会死的缘故呢，所以你想要修法的时，你虽然知道要修法，但是你会觉得说，反正我今天不会死，所以呢，等我有空的时候呢，再来修。所以对于修法时间呢，你就会不断的延迟。所以如果不念死的话呢，就是说你虽然意念的正法，但是呢，你心里面并不会想要去修行。那第三个呢，就是你虽然去修了，但是呢，没有办法清净的修，就是虽修但是不净的过患。为什么讲到说没有办法清净的修习呢？因为讲到说清净的修习佛法呢，就是要不掺杂的世间八法。但是因为呢，我们不念死的缘故呢，所以我们所做的法呢，所修的这些法呢，全部都是掺杂的世间八法，都是为了个人的名誉，或者说财富，或者说等等呢，而去修习佛法。所以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我们所修的法呢就没有办法变得清净。所以不念死呢，我们即使修法呢，那这个法呢也没有办法变成一个清净的佛法。所以就讲说，虽修不净过患。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第四个过患。那第四个过患呢，就讲到说，我们虽然修习佛法呢，但是没有办法因重的修。那不因重的修讲的呢，就是没有办法精进努力的去修持。也就是说，我们在修习佛法的时候呢，因为心中没有念死的缘故呢，所以我们不会起这种精进心，所以很容易呢，就觉得说我们修法的时候呢，好像就觉得很容易累。那累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呢就会感到疲乏。那你疲乏的时候呢，那我们的修持就难免会中断。所以就讲到说呢，如果我们不念死的话呢，即使去修行呢，也没有办法就是保持它的相续，就是每日呢就是不间断的呢去做修行。所以就提到说呢，就是即使呢我们不念死的话呢，即使修行的话呢，也没有办法因重的去修习。那第五个呢，就讲到说智谋不善的祸患。那就讲到说呢，如果我们不去念死的话呢，就会不断的呢贪着于现世。那因为追求现世的这种利益的缘故呢，所以对我们帮助的人，就是对于帮助我们的人，还有说伤害我们的人呢，我们很容易呢就对帮助我们的人升起了贪心。那对于伤害我们的人呢，升起了嗔心。那对于其他和我们没什么关系的友情呢，就产生了痴。所以随时呢都容易升起贪嗔痴这三种烦恼。然后也因此呢，就是和别人呢就会常常有这种打架或者说吵架的事情，甚至呢被别人说你这样做呢实在是非常不如法，非常不如理的。那这些呢大部分都是因为呢我们不念死呢所造成的这些过失。那第六个呢就是提到说临终时呢就是将后悔而死。那为什么说临终
临终的时候呢，将要后悔而死呢？因为如果我们不念死的话呢，那我们讲说我们在修法呢，那其实呢，仅仅呢只是有一个修法的样子之外呢，并不是真的去修行。因为我们都是希求现世的缘故，所以所修的这一些呢，它没有办法成为任何的正法。那等到哪一天呢，就是当死亡呢真正来临的时候呢，那就会发现说，我们呢在世的时候所追求的这些权力、地位、财富等等呢，那没有一个呢是在这个时候帮得上忙的。那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呢，也就是亲近的这个正法。但是呢，因为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亲近修持正法的缘故，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呢，会升起这种难以忍受的这种后悔的心。但这个时候呢，已经来不及了。所以第6个呢，就提到说，在临终的时候呢，会升起追悔而死的过患。那第2个科判呢，就讲到说念死的胜利。那同样呢，念死的胜利呢，也分为6个。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利大的胜利。那为什么讲到说利大呢？就是它具备很大利益的缘故。那世尊呢，导师释迦世尊呢，就在大涅盘经里面呢，有讲到说呢，就是一切想中呢，一切机中相机第一，一切想中无常实想是为第一。就提到说，我们在所有的思维里面呢，就是无常想呢，它是最为超胜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真正去希求，我们真正呢去思维死的时候呢，它才会呢，就是去念死的时候，它才会促进我们呢自己提起心力来，好好的去修习佛法。所以呢，才会讲到说，一切的想里面呢，就是在所有的思维里面呢，最好的这种想法呢，就是提到说。就是提到说呢是无常想。那第2个呢就提到说利大的胜利。那为什么提到说是利大呢？因为当我们能够常去思维无常的时候呢，去念死无常的时候呢，那对于说摧伏我们的这种不顺品，就像是贪欲还有嗔恚等等呢，它具备很强的这种摧伏的力量，以及说对于我们去累积圆满的资粮呢，它也能够有很大的助力的缘故。所以呢，它就像是能顿摧一切烦恼恶行的大锥，它是能够同时击破所有烦恼还有这些恶行的一个大锤子一样。所以讲到说思维无常呢，它具备利大的这种胜利，就是利大的这种好处。那第3个呢，就提到说在初时呢是重要。为什么提到说最初的时候是重要的呢？因为唯有念死呢，才能够令我们呢开始修法。那第4个呢，就提到说，一开始第3个讲到说最初重要，那第4个呢讲到说中间重要，就是中间呢我们在修习佛法的时候呢，那念死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就是提起精进的这种心力来修法的助缘的缘故呢，所以提到说中间重要。那第5个呢讲到说最后重要，就是说因为念死的缘故呢，所以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修法呢达到最就近，然后以及呢道还有说它的果呢都能够圆满的缘故，所以提到说最后重要。那以及最后一个呢，第6个讲到说临终时欢喜而死的胜利，就是说因为我们亲近修习正法的缘故呢，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呢就可以安心的死亡。那我们在讲述最后一个呢，临终时欢喜而死的这个胜利呢，就提到说我们因为这一生呢，就是亲近修习正法的缘故，所以到临终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呢就会安。那比喻呢，就提到说，我们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呢，就像是游子呢，就是长期在外面的这些游子呢，那他回到老家一样，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一样，他其实是非常的安心的。那以前呢，有一个大德呢，叫做隆多拉妈的。那隆多拉妈呢，他就说，就是他自己说，当死无常出现的时候呢，我不会感到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上午的老比丘呢，他在下午的时候呢，他将投身为就是天道的这个身，他将成为天道身，所以他并不会感到害怕。所以呢，就讲述到说，如果我们真的是好好修持的时候呢，在临终的时候呢，就是上者欢喜，那中者无惧，以及下者不悔。就是当你能够好好修行的时候呢，那在临终的时候呢，你一点恐惧、一点害怕都没有，你反而会感到非常的欢喜。所以你是能够用欢喜、欢乐的这种心情呢，去面对死亡。那对于中等的人呢，他并不会感到害怕，他并不会感到恐惧，他对于死亡呢不会有恐惧。那对于说最下者的人呢，他因为好好修持的缘故呢，他也不会因为要死人呢而感到后悔。因为他已经想要说，我今生
有好好的修法呢，所以现在我就算是死呢也没有什么关系，他会觉得他死而无憾。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入第三个科判，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不修念死的过患；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修习念死的胜利；那第三个呢，就讲到说，就是正思维，就是正念死之理，就是我们正式呢开始思维念死。那它呢，正念死呢又分为三个科判，那就讲到说，第一个呢就是思维决定死。那第二个呢，就是思维死无定期；那第三个呢，就是思维死时除法于外，除法而外，于皆无益。那接下来呢，在思维就是思维决定死的时候呢，那它又分为三种思维的方式。在思维决定死的时候呢，第一个呢就是思维到说始祖决定当来呢，此复无缘能力退却，就提到说呢，就是我们今生呢一定会死，那死的时候呢是没有任何外援呢能够让这个死呢不要来到，所以呢。这是第一个，思维始祖决定当来，此复无缘能令退却。那第二个呢，就提到说呢，思维寿无可添，无间有减。就提到说呢，当我们要死的时候呢，是没有任何方式呢可以让我们延寿，或者说让我们把寿命增强的。我们的从出生开始之后呢，我们的寿命呢只是不断的在减少之外呢，它并不会增加。那第三个呢，就提到说，我们在生的时候呢，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去修行佛法，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也是必定而死的。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始祖决定，第一个你提到说始祖决定当来，此复无缘能令退却。那这边呢，我们就看到第12页的第3段，那就讲到说呢，首先就是思维死无常，然后呢，我们是一样就是观修呢，我们的顶门呢，就是有上师佛，就是和导师释迦世尊体性无二的上师呢，安住在我们的顶门。那做这样的观想之后呢，那就是来做这样的思维，然后思维到说，我们今生呢难得得到的这个具备义大的这个暇满人生呢，它其实呢是很容易失坏的，它是快速易灭失坏，然后始祖呢是决定当来的。那为什么会？那这样讲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具备了8种有暇，然后具备了10种圆满的这个暇满人生，它是很难得。这种义大难得的人生呢，虽然说它这么难得的获得，很难才能够获得，但是它却很容易，它却是很容易呢就会消失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就算已经成佛的导师释迦，就是以过去生来说的话呢，在过去这么多劫，无量的诸佛呢，就是来到了世间。那无量诸佛来到世间呢，也度化了无量的有情，但是在最后呢，他们都是视现了涅槃。那乃至于说像是导师释迦世尊，导师释迦世尊呢，他虽然说也是在这个世界呢视现了成佛，但是到最后呢，他也要视现涅槃相。那最主要呢，就是告诉我们无常的道理，所以才要视现涅槃。那在大师佛陀呢，就是尚未视现涅槃之前呢，那像是舍利佛呢，还有这些大阿罗汉呢，他们都是呢叫先佛入灭，就是他们因为呢知道说世尊呢要视现涅槃了，所以在视现尚未涅槃之前呢，他们自己呢就先视现了圆寂涅槃。那世尊在涅槃的同时呢，那也有500阿罗汉呢，他们也是一样，因为这些阿罗汉们他们已经生死自在的缘故，所以当他们知道呢世尊要实现涅槃的时候呢，他们就同时呢和世尊实现了涅槃。所以无论是谁呢，就是当始祖来的时候呢，那这是没有办法呢能够令这个缘呢能够让这些始祖能够退却的。那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即使呢，像是佛陀和这些阿罗汉呢，他们在视现涅槃之后呢，就只剩下名字之外呢，其他什么都不剩了。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呢，所有的人呢，他必定呢是要死亡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呢能够逃避死亡。因为像成就了金刚身的世尊呢，导师世尊呢，他都要视现涅槃了，那更何况呢，像现在呢，因为我们的身体呢，并不是像世尊一样是金刚之身，我们的身呢是透由血肉呢所组成的，所以连世尊呢都会视现涅槃的话呢，那更何况是血肉之躯的我们呢？那是必定会死亡的。而且，当死亡来临的那一天呢，是没有任何的外援呢能够令这个始祖呢能够退却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呢，
如果说呢，可以有外援呢，能够帮助我们避免死亡的话呢，那比如说，如果说我们觉得说跑得快一点的话呢，能够不用可以避免死亡的话呢，那照理说就是已经获得了五种神通的这些有神变力、有神通的这些仙人呢，他们应该可以飞到就是始祖追不到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就可以避免死亡。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些有神通的这些仙人呢，他们最终呢也是要无法解脱，也必定呢会死亡的。那同样呢，我们有再多的权势呢，还有再大的力量呢，也没有办法避免死亡。或者说呢，我们对于有一些人呢，就是非常的喜欢这些钱财，但是这些钱财呢，他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呢逃离死亡。就以转轮圣王来说呢，因为转轮圣王呢，他的财富呢，就等于是他有全天下所有一切的财富。那他并不仅仅有财富，他还有无量的这些大臣，而且这些大臣呢，很多都是具备非常好的头脑。那如果说他们知道能够用什么方式能够躲避死亡的话呢，那应该他们可以帮助转轮圣王呢，就是逃避死亡。但是转轮圣王呢，到最后呢，他也是一样要死，他也没有办法逃过于死亡。那有人会觉得说，透由咒术或者说药的这种能力呢，然后能够避免死亡。但是我们知道说，任何的医药呢都没有办法让我们免除于死亡。那有的人会觉得说，透由念咒呢，就是祈请就是金刚手菩萨的加持，然后祈请金刚手菩萨的守护呢，可以让我们避免死亡。但是我们知道说呢，这些呢，无论任何的咒术呢，也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脱离死亡的。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就要思维到说呢，始祖呢他一定会来。那始祖来的时候呢，是没有任何的外援呢能够令始祖能够退却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只要出生之后呢，就会必定呢面临死亡。那这是法尔如是的道理。那虽然说呢，我们知道说我们一定会死，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尚未死之前呢，能够去清净的呢去修习、去行善行，就是做清净的善行，那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呢，也不用感到害怕。那虽然说呢，是说我们如果去做清净的善行呢，临终就不用感到害怕。但是呢，因为我们从出生到现在呢，就是没有做过这些清净善行的缘故呢，或者说我们没有种下善因的缘故呢，所以如果在现在突然就死亡的话呢，那除了三恶趣之外呢，我们是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的。就如同说，如果我们现在呢突然没有了呼吸，那我们呢就仅仅呢就是变成了一个尸体。那我们成为尸体的时候呢，当我们的肉身变成尸体的时候呢，那如果我们的意识呢遇到其他恶缘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会随顺的烦恼，那就容易到三恶趣去。所以透由这样的思维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一生呢唯一能够帮助我们利益我们的呢，就只有佛法而已。所以这个时候呢，思维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要立下一个誓言，就是今生呢，我就是唯呢去行善法之外呢，不做其余的事情。那立下这样的誓言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是也是至诚的呢，对顶门的上师呢做祈请。那祈请上师的加持呢，用我今生呢都是能够清净的呢去行持佛法。那刚刚讲完了，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思维决定死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说，第一个呢，就是思维始祖决定当来呢，然后没有任何的外援呢，可以令始祖退却的，始夫无缘能令退却。那第二个呢，就提到说，思维寿无可添，无间有减，就提到说，我们的寿命呢，就是到死亡的时候呢，它是不可能再增加的，它只是不断的呢在减少而已。那以我来说呢，就我现在已经49岁，那将近50岁了。那就比方说，我的人生呢，已经过了50多年。那过了这50年之后，那我还能够活多久呢？那也不知道。那再长呢，可能就是活到70或是80岁。那虽然说呢，最长呢就是活到70、80岁，但是呢，我的每一个呼吸呢，其实呢都是在减损我自己的寿命。那经典里面呢，就是有提到说，我们人一天的呼吸呢是21600次，所以当我们今天呢呼吸了21599次的时候呢，那就表示说再一个呼吸呢，今天就过了。所以呢，我们能活的天数呢就越来越少。所以我们透过这样每天这样呼吸呢，不断的在呼吸的过程之中呢，那就
我们的寿命就一天天的减少。那这一天一天累积起来呢，我们的寿命就一个月一个月的在减少。那将这些每个月累积起来呢，我们的寿命呢就一年一年的在减少。那这样再过个几年呢，其实我们的死呢就来临了。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的寿命在变短的时候呢，它是无间断的呢在变少，而且呢，它没有任何的外援呢可以让我们的寿命可以变得更长。所以提到说呢，寿无可添，无间有减。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在讲到说思维决定时的时候呢，又分为3个因象呢去做思维。那第一个是思维到始祖决定当来，持复无缘，能令却退。那第二个呢，讲到说思维寿无可添，无间有减。那第3个呢，就提到说思维呢，就是余生时呢，亦无闲暇修行正法，决定时者。那这里呢，最主要呢，就是提到说我们的寿命呢，就是活个70、80岁呢，就差不多要死了。那或者说呢，我们以浊世呢，就像五浊恶世最长寿来说，就算是100岁好了。但是我们在100岁里面呢，到底有花了多少的时间呢，在修行正法呢？那去除小时候呢，那小时候大部分就只是会嬉戏游玩之外呢，不会做其他的事情。那就这样嬉戏游玩呢，就可能玩到了15、20岁。那到了15、20岁之后呢，那我们就为了生存，就是为了一口饭呢，那我们就要开始做各式各样的工作，然后呢去做各种的事情，然后最主要呢就是为了自己能够温饱。那等到在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呢，那可能温饱已经不是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呢去追求这些财富以及权势。那或者说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疾病，或者说会被别人呢伤害。那当我们获得了财富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已经有财富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想要说，我呢觉得这些财富不够呢，我想要更多的财富。那有名声的时候呢，就想要让自己变得更有名，所以一生呢都在追求这些外在的生命，然后以及外在的这些财富以及权势、名利等等。那剩下的这几年的寿命呢，那最后面属于的一些年老的时候剩余的这些寿命呢，那大部分呢就是在睡觉时间呢就过去了。所以这样思维下来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我们其实一生呢，人的一生里面呢，真正在修行佛法的时间呢是非常的少，那人生呢就这样子过去了。所以呢，这边讲到说，思维生时呢，亦无暇修行正法的时候呢，就讲到说，我们这一生呢，大部分呢，就是从我们有能力呢开始去做修法的事情的时候呢，但是我们把这些时间呢，大部分都是用在就是成就世间的这些事业。但是呢，成就世间的这些事业呢，我们并不会感到满足，就是从来呢都不会感到满足，就是有呢，就是希望能够更多，然后呢能够更多。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是在祈求，或者说都是在今生的安乐上面呢去做努力，就是为了我们的受用、财富以及名声等等呢去做努力之外，并没有办法真正的来修习佛法。那虽然是这样子讲呢，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今生呢所获得的这一些果报呢，这些善果呢，我们所得到的这些善果呢，它并不是说仅靠着我今生的努力呢就能够获得的。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过去世呢造了这样子善业的缘故，我过去世造了善业，所以现在呢感得了这个果实。如果说过去世呢我没有造这些善业的话呢，那今生呢我再怎么努力呢，我也是没有办法获得这些的。所以当把过去世的这些善果感果之后呢，那其实呢我们所剩的呢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不能再思维到说我快要死之前呢，或者说我才来修行，因为这个时候呢已经是来不及了。所以就讲到说，如是现法一切圆满，就是对于今世呢所有一切的这些圆满呢，就是生财受用呢这些所有的圆满呢，到临死的时候呢唯成念境，如醒觉后呢念一梦中所受安乐。就是说我们所现世呢所感受到的这些圆满呢，那在临终的时候呢，它就如同说我们做梦醒来一样，就好像是做一场梦之外呢，它其实并没有办法让我们获得真实的利益。能够真实利益我们在临终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呢，除了修法之外呢，没有其他第二条路。所以在了解这个之后呢，那也是我们就至诚的呢对顶门的上师呢做祈请，那祈请上师的加持。那同样呢，顶门的上师佛呢
由此而降下甘露，然后对我们做甘露降智，然后以这种方式呢来做思维。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有3种根本。那3个根本呢，第一个呢就是思维到决定史。那决定史呢，我们刚刚讲到说，它又分为3个因象，就讲到说思维始祖决定当来，此复无缘能力退却。那第二个呢，思维寿无可添，五经有止。那第3个呢，就是思维生时呢，亦无闲暇修行妙法。那接下来第二个呢，我们最主要的3根本的第二个呢，讲说思维始无定期。那始无定期呢，也是同样分为3个因象来做思维。那第一个呢，就是思维张部洲呢张部洲人呢，就是寿无定，就是张部洲的人呢，他的寿命呢是没有一个定量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思维到说死缘极多，活缘极少。那第3个呢，就是思维我们的身体呢本身呢就是极为脆弱的。那思维死无定期呢，为什么要去做死为定期的这种思维呢？因为我们呢就是知道说自己呢也是一定会死的，但我们大部分呢都会有一种念头，就会觉得说呢，我一定呢是活到年老的时候呢才会死。那所以呢，现在会觉得说，我现在是年轻的，所以我暂时呢不会死，而且呢，我现在呢就是生活的受用呢很圆满，不会因为说生活呢有这些就是资具不足的原因呢而死亡。那这种因素呢也不存在。那我对人呢也不错，所以我也没有什么仇敌，也没有什么仇人，所以对我来说呢，就是现在呢应该是不会死。那为了对治我们这种觉得呢自己在年轻死的时候呢不会死的这种心呢，所以才讲述到说死无定期。因为我们知道说呢，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年轻了就不会死，因为我们知道说有很多呢，像是胎儿呢，他可能是在还在母胎的时候呢就死亡的也有，那或者说呢刚出生呢就死亡的呢也有，或者说出生不久之后呢，然后在地上还在爬行，就是还没有开始走路的时候呢，就死亡的也有。那年老的，或者说年幼的呢，或是中年人呢，没有一个次第说我们一定是幼中老这样子，幼中老，然后一定是老中幼这种死亡的次序，并没有，就是有可能在幼年的时候呢就死亡。所以最主要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呢，并不是因为我年轻的原因呢，所以可以保证说呢我不死。所以呢，由此讲到说死无定期。所以呢，在讲述死无定期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要说南瞻部洲寿无定，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存活在地球上的这些人呢，因为我们过去每一个人所造的业不同的缘故呢，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说呢我年轻的缘故呢，所以我现在不会死，或者说呢我现在因为顺缘之具呢都圆满的缘故，所以我不会死，或者说呢我现在因为没有任何仇人的缘故呢，所以我现在不会死。或者说呢，我现在因为没有生病的缘故呢，所以我不会死。这些呢都没有办法成立我们现在不会死的原因，所以呢才讲到说，第一个呢就是思维张部洲寿无定。那思维死无定期的第二个因象呢，就提到说思维死缘极多，活缘极少。就提到说呢，我们活着的时候呢，其实有内外呢各种种种的障碍，就是内外呢会有各种的死缘。那以外障碍来说呢，就比如说像是会被一些我们的仇人呢，就是他可能会下毒，或者说呢被他用武器呢所砍杀。那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呢，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因为违法的缘故呢，所以被判了死刑。那有一些呢，可能是说被强盗或者说盗贼呢，就是夺财害命。那乃至于说呢，有些就是被一些就是会下恶咒的这些恶咒师呢，被这些恶咒师诅咒而死。那内源呢，就可能说像是一些疾病，就是因为四大不调呢，引申种种，然后让我们呢死亡的这些原因。所以就想要说，我们的死源呢，无论是内死源或是外死源呢，都非常的多。但是呢，能够让我们活命的这种顺源呢，却是非常的少。那讲到说，我们除了要思维死缘极多、活缘极少之外呢，那同样的呢，活缘呢，它有可能呢变成死缘。就比如说呢，我们为了想要活命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去吃东西，或者说买衣服，或者说呢，去准备房子等等这些呢，那这些呢都是为了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活下去呢所做的这些顺缘。但是呢，我们有可能呢准备这些吃的呢，但是最后吃了之后呢，可能因为消化不良或是种种的缘故呢，或是被噎死等等呢，是因为吃而死。那或者说呢，我们穿衣服啊，或者说住房子这些呢，那可能因为
太好的缘故呢，那可能这些衣服或者说财富呢，就是被这些强盗呢就被抢劫之后呢，然后谋财害命呢，那也因此呢而死。所以呢，我们除了要知道说我们的死缘极多，活缘极少之外呢，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活缘呢，常常呢会变成死缘。所以从这边呢去思维到说呢，死无定期。那死无定期的最后一个因象呢，就是思维到说呢，我们的身呢是极为脆弱的。为什么说我们的身呢是极为脆弱的呢？因为乃至于说我们可能因为小小一根针的缘故呢，然后因为这个原因呢就死亡，可能说因为针扎到之后呢发炎等等，然后没有好好治疗呢，就因此而死亡。所以可以知道说我们的身体呢是非常的脆弱。所以透有呢了解到说我们的身呢是极为脆弱的缘故呢，去思维到说死无定期。那第三个呢，就提到说，就是思维死时呢，除法而外呢，余皆无益。那同样呢，也是透有三种原因呢去做思维。那第一个呢，就是思维到呢，就是财富呢，它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就是我们今生呢，就是虽然说可以累积很多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呢，到我们临终的时候呢，是没有一个呢可以带走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思维亲情呢，它也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就是虽然说呢，我们在世的时候呢，有很多亲朋好友，但是在临终的时候呢，这些亲朋好友呢，他不可能跟着你一起走的，所以呢，你也是得舍下这些亲朋好友呢，然后自己一个人呢，面对死亡。那第三个呢，就是思维到说呢，就是从我们出生呢，就和我们在一起的这个骨肉呢，这个肉身这个身体呢，在临终的时候呢，也是要舍弃的。那更何况呢是其他的东西，就是连我们一出生就跟着我们的身体呢，我们都要舍弃了。那还有什么是能够跟着我们一起的呢？所以透由这三种原因呢，去思维到说死的时候呢，除了正法之外呢，那其他呢都是没有帮助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回就是安乐道论第12页的地方。那虽然说呢，他没有特别把这些科判给标出来，但是其实所有的内容呢，都是含化在这里面的。那我们就讲到呢，就是以刚刚所说的，就是首先呢，在思维死无常的时候呢，在思维下士道的时候呢，第一个呢是思维死无常。那在思维死无常的时候呢，一开始我们是观修呢，我们的顶门呢，就是有和世尊体性无二的上师。那安住在我们的顶门，那观想完之后呢，那就是思维到说难得而得的这个义大的暇满身呢，那它其实呢是很容易消失的。那这边呢，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讲到暇满的缘故呢，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又略修一遍暇满。那略修暇满之后呢，那就思维到说这个难得的暇满身呢，暇满义大难得的这个人生呢，它其实是很容易失坏的，因为呢，始祖呢必来。那这里呢就提到了第一个呢，就讲到说决定死的部分。那这边呢就讲到第一个因象，就是第一个原因呢。那为什么说我们决定死呢？就是因为始祖呢他必定会来，而且内外因缘呢皆无法催阻。那这是提到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必定死的第一个原因。那接下来呢就讲到第二个原因，就是第二个因象，就讲到说呢，寿命呢无以增添，然后呢无间逝灭，就是我们的寿命呢它是无法增加的，然后呢是不断的在减少。那第三个呢就提到说呢，存活之际呢也无闲暇修法，必须赴死。就提到说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活着时候呢也没有时间呢去修行正法，然后因为这样子呢，我们还是得死。那接下来下一段呢，就讲到说是死无定期，所以提到说呢，不但呢是必死，而且死呢它是没有一个决定的时间的。那所以第一个呢，就有讲到说，南瞻部洲的人呢，就是我们在地球上的这些人呢，就是寿期呢是无定的。所以讲到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瞻部洲寿无定者。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死缘极多，活缘极少，就提到说呢，死缘极多呢。我们的死缘呢非常的多，然后活缘呢非常的少，而且活缘呢也会变为死缘。那第三个呢就提到说，我们的身呢是极为脆弱的，所以提到说，活缘极少的缘故，加上我们的身躯呢，就像水泡一样，很容易呢，可能一根针一根刺呢，我们就会因为这个原因而死亡。所以讲到说死无定期。那最后一个呢就讲到说，我们要思维的呢，死时呢，就是除了法之外呢，余皆无益。所以呢，就讲到说呢，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眷属亲朋眷属无益，就提到说我们的
这些亲戚呢、眷属呢，无论说我们的感情呢有多么的好呢，那他在死的时候呢，我们临终的时候，他即使围绕在我们的周边呢，他也不可能和我们一起呢，就是共赴死亡。那第二个呢，就提到说呢，财富无益，就是我们所喜爱的这些财宝，积聚了非常多的这些财富，不管说我们如何的去积聚了多少，但是我们到死的时候呢，临终的时候呢，你连一点你所积聚的这个财富的围城呢，也带不走。那第三个呢，就提到说我们的身躯无益，就是倘若呢跟我们与生俱来的这个骨肉的这个身体呢，骨肉之躯呢，它都必须舍离。那何况那我们何必要贪求今世的这些圆满呢？因为不论你贪不贪求今世的这些圆满，你必定死亡，死敌呢必定来临，而且呢何时到来呢，它也不一定。而且有可能呢，我们今日呢，有可能会死亡，所以荣获今日呢，自己有死亡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准备，然后呢，面对死亡。那如何准备，如何去面对死亡的做法呢？就是应该是不要去贪着今世的圆满，就是从现在开始呢，唯一呢就是修学清净的正法，然后透由这种修持呢，然后祈请上师顶门的上师佛呢加持，然后透由祈请的缘故，所以顶门的上师佛呢，他呢就降下了无产甘露，然后融入到治他一切有情的身心，然后将我们无始以来呢激起一切的罪障呢都能够尽除。那特别呢就是把我们对于不贪着今世一切圆满，然后呢全力修学正法的这种障碍、疾病，还有非人等干扰呢都能够尽除，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呢变为纯净光明的体性，然后寿命和福德呢一切的功德呢都能够增长。那特别呢是自他心绪呢都能够升起不贪着今世圆满，然后呢能够全力修学正法的这种特殊所证，做这样子的祈请。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讲到了就是思维死无常的部分。那在思维死无常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说有三个呢是我们最主要去思维的，就是思维到决定死，然后死无定期，然后死是除法之外呢，然后其他都是没有帮助的。那思维这三个最主要的思维呢，就是透由每一个呢都透由三种原因呢去做思维。那透由这三种原因思维之后呢，然后要让我们的内心呢产生一个就是思维之后呢所产生的一个决定，所产生的这个决断。那这个决断或者说这个定解呢是什么呢？就是透由这三种原因呢去思维决定死之后呢，那我们内心呢要升起的决断呢，就是要必须呢修行正法。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思维死无定期，透由三种原因呢去思维死无定期之后呢，那我们所要决断的呢，就是除了要修行正法之外呢，我们要决断呢，从现在呢就要开始修行正法。那透由三种原因呢去思维到说死时呢，除了法之外呢，其他都是没有帮助的之后呢，那我们所要升起的决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呢除了要修正法，然后呢，现在开始修正法之后呢，那最后所要决断呢，就是我们今生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唯有修行正法，所以呢，产生了这三种决断。那以上呢，就是结束了思维死无常的部分。那剩余的三个科判呢，就是供下士道的剩余的三个科判呢，那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做讲述。那接下来呢，就是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呢，那可以发问。那这边呢，就是想请问阁下的问题呢，就是一开始呢，就是先感谢杜贝林中心，还有感谢就是格西拉，因为呢，就是自己呢，一方面呢，就是有在思维道次第，那加上听了格西的讲述之后呢，那觉得说对自己的修行呢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非常的谢谢格西拉。那想要请问格西拉的呢，就是说，我有一个认识的朋友，那他自己呢，就是本身是没有修学佛法的，那他现在呢又生病，那医生说呢，他的寿命呢大概顶多就是剩下半年左右的时间。那这时候呢，他这位朋友就是有一点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生命呢剩的不多，然后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到底怎么做呢才能够帮助到他？那阁下就回答到说，因为
他这个朋友呢，他本身呢是不相信佛法的，那这样说呢，他所剩的时间呢又不是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从头到尾呢去为他介绍佛法的话呢，可能是时间不够，而且他可能呢也很难因此而升起信心。那比较好的呢，就是可以教他持诵一些咒语，像是世尊咒，或者说就是持诵一些咒语，那看他可不可以透由呢念诵这些咒语呢，能够对佛法升起信心。那如果说呢，他对于说念诵这些咒语或持咒啊，或是这些，他也觉得没有什么没有对他也没有这方面的兴趣的话呢，那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是替他去做，就是我们自己呢可以去为他念诵皈依，或者说呢去帮他持咒。那将我们所行的这些善行呢，就是所做的任何善行呢，都是作意，就是为了帮助他，希望说他来生呢，或者说今生能够越来越好，所以呢，为他做这些善行。那我想应该是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呢来帮助他。